头发那个快没了吗？掉没了，哈哈，给我洗了。我们是2000年进来的，再说乡亲不到这个地方，害怕死钱。那时候有这个想法，哎，我说这边太艰苦了，要不然回去吧。你农民来了，最起码的话，教会老百姓再走啊。我们的青椒长得相当好，又大又好吃。我觉得更多的是传承的一种初心和精神，一步步的走过来，发展到这个规模，大家都没有忘记我们来是干什么的，我们就是来加强两地的交流，这个促进民族团结，共同繁荣，这是我们的初心。